31号淡市疫情记者会中宣布，加添一个确诊病例，一名住台北万华的70多岁妇人人，18号坐火车到台南，25号出现症头，30号伫台南确诊。因为期间曾经行路前往安平菜市仔甲安逸公园，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安平市场除了紧急消毒，嘛休市3天，到6月3号拜五才开始营业。对此，市场强调，对过去确诊者案例，都有到市场来观察，除了强调实联制要紧，嘛呼吁5月20日有去过市场的爱特别注意。许多这个确诊者事实上也跟市场脱离不了关系，所以还是要苦口婆心的拜托市民朋友们到市场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做好实联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确诊者外地来台南的一个确诊者他这个在5月20、21号分别到市场去2次，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通知到其他那天有没有去的人，因为在那个时候，虽然已经5月19号已经实施这个全国3级警戒了可是我们因为没有实联制还通知不到人，所以只好跟各位公布这个足迹，希望说那2天5月20、21号有到安平市场的朋友们请注意，如果身体有不适先做好自主健康管理，身体不适的话要赶快去这个筛检就医那这段时间也因为这样的特别呼吁实联制的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直播，你也如果忘记了自己那一天有去到市场去的你真的不知道那你就没有办法被通知到，那可能如果因此染疫就成为这个黑数那坦白讲这是很不好的，在整个防疫工作中是很不好的。当然，真侪县市的传统市场已经采取采港分流，有的是依照身份证2号来分日期。对此，淡市到尾对咧做，市长黄伟特强调，淡市算是真早就做 QR code 加实联制。当然，传统市场问题就是容易组织，所以如何掌握有去过的人来列入居家检疫，其实是自主健康管理才是重要。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请许学长。